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江湖上有不少顶级天才靠着自己的天赋成为强者，但同样也有不少练武开挂的人，在起跑线上就领先别人一大截，强行成为顶级强者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原著当中10位练武开挂的人。第5位，江妮。江妮是大楚的公主，身上不仅身负大气运，资质还是万里无一的先天剑劈。身为万剑共主，这个世上再无人和她一样，既拥有天赋异禀的根骨，还拥有举世无双的气运，就连徐凤年和她相比都逊色了太多。江妮开始习武后，老师是李淳罡和曹长钦，这2位都是顶级的强者，在教导江妮的时候也是倾囊相授。曹长钦将自己的儒家天道感悟交给了江妮，李淳罡则是将自己无上的剑道传授给了他，没有一点私藏。2人生怕江妮不学，所以在教导的时候极为用心。江妮也不负所望，以极短的时间修炼成了陆地剑仙，可谓是一步登天了。只不过因为缺少实战经验，再加上练功的时候并不刻苦，所以江妮的战斗力并不强。但就是这样，掌握李淳罡剑道精髓的他，也能够轻松的秒杀一般的高手了。李淳罡极度看好江妮，认为他如果刻苦修炼的话，天下的剑道虽高，江妮也能将原有的剑道再拔高一截。第6位，江辅丁。江辅丁是黎阳帝师袁本熙的儿子，而当朝的皇帝可以说是袁本熙的提线木偶，所以江辅丁的身份无比尊贵，丝毫不比徐凤年差。江辅丁走上武道之路后，得到的也是最好的资源和最好的培养，他自身的天赋也极强。他想练刀，袁本熙亲自找天下第一用刀的人顾建堂教导他，还给他配了一把不逊色于天下第一伏刀的过河足。在黎阳，袁本熙一声令下，无数的一品高手前来教导江辅丁。生性骄傲的江辅丁达到指玄境后，便去到北凉找徐凤年的麻烦，结果被追杀到心境崩溃。但就是这样，后期的他获得了王仙芝的一份气运，依旧是成为了绝世高手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中，江湖当中有不少天赋出众的绝世高手，也有不少开挂修炼的人。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。第7位，徐凤年。作为北凉世子的徐凤年，自从习武开始，获得的资源和教导就是最好的。练刀由楚狂奴教导，虽然楚狂奴算不上什么绝世高手，但是在前期1品高手都少见的情况下，楚狂奴一个金刚境的高手教导徐凤年一个刚入门的人，已经是绰绰有余。缺少内力的情况下，由武当掌教给他送大黄庭。第2次游历江湖，又有老剑神李淳罡护送，途中将自己的绝技和感悟全部都交给了徐凤年。进入北莽后，徐凤年获得了龙树僧人的金刚血液，服用后进阶大金刚。此后接连几次进入伪境，但徐凤年还是成就了陆地神仙，并且获得了高叔禄赠送的天人体魄。黄三甲帮其补全气运后，徐凤年击败王仙芝。徐凤年进阶速度极快，自从习武开始，几乎是1年一个境界，从2品修炼到天人境只用了7年。第8位，于地龙。于地龙是徐凤年的大弟子，身世平凡，只是一个普通的牧羊童，但能被当时已经天下第一的徐凤年收为弟子，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机缘了。王仙芝和徐凤年大战时，于地龙就在不远处放羊。等到王仙芝知晓自己是仙人转世，心态崩掉后，他自愿消散，留给江湖3份机缘，其中1份就给了于地龙。所以于地龙的资质极好，成为徐凤年的徒弟后，徐凤年根本不需要过多的教导他，他成为天下第一是迟早的事情。在未来的江湖，于地龙被称为陆地蛟龙，和苟有方各自无敌数10年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有不少拿了外挂的人，他们的修炼之路一帆风顺，速度快到不可思议。那么原著当中10位开挂的人又是哪几位呢？第9位，苟有方。在徐凤年这一辈人老去后，未来的江湖中，陆地蛟龙于地龙靠着一双拳头打遍江湖无敌手，直到苟有方的横空出世，才让于地龙有了对手。2人每10年比试一次，各有胜负。60年的时间里，2人分别当了天下第一30年。所以未来的江湖有一句名言：于地龙不是真无敌，世间有苟有方。苟有方原本只是个在武帝城卖包子的小孩，直到有一个被邓太阿追杀的谢观音来到包子铺，吃了1笼包子后，送了苟有方一个破碗，他就这样成为了谢观音唯一的弟子，获得了谢观音这么多年收集的所有气数。谢观音走后，邓太阿又来了，吃了碗馄饨没给钱，便给了他一匣仙剑。1天的时间里，苟有方获得了2大绝世高手的传承，离开武帝城游历江湖，又被张家圣人收为关门弟子。这样的机缘人想不无敌都难，甚至苟有方还算是李玉甫的半个徒弟呢。第10位，陶满武。陶满武是徐凤年在北莽遇到的小女孩，她拥有看穿人心的天赋，这个天赋堪称顶级，只有一些佛门活佛或者道门的天人将士才有这种天赋。遇到徐凤年后，又获得了徐凤年的教导。徐凤年将王先知的刀谱给了他，又将自己在练刀上的心得和见解写在了上面。靠着这本刀谱，陶满武成为了未来江湖用刀第一人。好了，
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